没想到这个地方的敬神节还挺有意思。好！黑龙寨连夜开拔，西南边陲又有大批流民匪类被袭招纳，看来你这位皇兄是等不及了。一来，他是怕我拿回他勾结南戎匪帮的证据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；二来，此次我孤身前来，未带一兵一卒，要除去我，这是最好的机会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如今局势不同于以往，自我离开皇城，怕是多了不少变数。那些倒戈的将领和朝臣也并非鼠目寸光，看来你这位皇兄这次下足猛药了。而今你身在南戎，就算再运筹帷幄，也怕鞭长莫及。你准备何时动身？好剑！什么意思？傅大人接下了铁城的挑战，是我的荣幸。挑战？傅小姐，他这是要跟你比试。跟我比试？好啊，正好我也很久没玩过了，那就来玩玩。啊，傅瑶，我铁城参加敬神节庆典以来，还从来没有输过。今天你要是让我输一次，我铁城的生命和灵魂就都是你的。那个靶心都射满了，你怎么射得中啊？我要娶你！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答应过我，我要是输了，我的生命跟灵魂全部都是你的。你不必这么客气了。啊？你能赢我，那更值得我要。我娘说了，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男人，那算不得真正的男人。帮我谢过你娘。你什么人？若是我赢了你，你的身体和灵魂也属于我吗？对啊，这是你说的规矩嘛！啊，怎么样，敢不敢比一场？比就比。赢得美人心靠的不是胡搅蛮缠，你懂吗？
这是最美姑娘的评选，你怎么不参加？比不过。今年的花魁是古桑。确实挺漂亮的啊。挺漂亮的。今天是敬神节，我听说拿到哪个姑娘的手帕，就可以大大方方直接娶回家。你的锦帕呢？那个，真是个大美人，替我大哥收下了。